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咱5党再出发去欧洲，要访问包括建交60档的法国，也有匈牙利、塞尔维亚这几个国家。外界认为这是要化解愈来愈紧张的中欧贸易关系。因为习近平去访问印度嘛，拢有带伫海外西藏甲维吾尔的族人来咧抗议。 专机到法国巴黎了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坐落飞机，就受法国总统热情的欢迎，场面真大。为央视公布的画面，由中国侨社沿路接机的人员5000机海飘扬，人灵人屎表演拢有。啊，毋过咱驻法国代表吴志忠也伫社群分享巴黎街路的相片，真冷清，强调是反中情绪造成的。 对于习近平来访，藏族甲维吾尔族抗议对正严，共和广场客满抗议的人群，透过集会演唱的方式，鼓励支持者持续反抗中国独裁政权。也有人提反习近平的标语表达不满，也有示威的藏族学生囡仔爬起哩凯旋门边仔的条啊、牛布条啊抗议。 Derrière moi, une bannière a été levée. Pendant 10 jours, Xi Jinping va visiter des pays européens. Les pays européens devraient être unis pour être contre Xi Jinping et pas avec. 有西藏人伫习近平车队经过天桥牛布条写“自由西藏独裁者习近平，你的时间到啊”这个字眼，要求中国停止侵犯人权。这一系列的抗议行动，也有2个藏族的人士去互警方拘留。Under Xi Jinping, the situation inside Tibet has rapidly deteriorated. It is now a crime to be Tibetan inside Tibet. But rather than treating Xi like the dictator he is, Macron is rolling out the red carpet for him. To avoid complicity in grotesqu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genocide, Europe must reject the normalization of Xi's genocidal regime. 这届出国访问是习近平等5年后，搁再去欧洲访问，对象包括建交60年的法国，也有匈牙利，也加非欧盟成员塞尔维亚。因为伊出访前捌发生欧盟双向调查中资企业的事件，欧洲也发现抵制进口中国商品的情况。 习近平这届到欧洲访问，也互人解读是为着缓和中欧贸易的紧张关系，搁找机会要改变欧洲甲美国的密切关系。记者综合报道。